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今仔日增加14例的这个确诊的个案，其中4例有明确的感染源，另外10例是这个拍牌佮传出去的2个家庭的群组的感染。高雄市政府有详细的说明。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讲到，在高雄市从昨天开始，从案5888到5889。 这个家庭群聚的延伸疫调的过程。那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是一起经过室内在聚堵的过程里面传播到家庭群聚的一个过程。那影响所及，除了赌场里面所聚集的当时的所有的人之外。 那包含2个家庭也因此受到了群聚感染。那这个赌场位置在我们的瑞竹街那瑞竹街这个赌场呢，基本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案5888、案6553、案6770、案6365以及案6771以及其他2个还没有感染的这几位牌友那都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案5888，根据我们的扩大匡列追踪调查，除了昨天公布的案5889案父有确诊之外，他的母亲案6363也确诊了，还有他的同事案6767也确诊。那案6767是一样跟他在这个足底按摩店这边担任相关工作的这个同仁。那基本上由于他们工作的关系。 的足迹也相当的广泛，那等一下会一一公布。那按6553，那按6553是他的牌友，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呢，除了在瑞竹牌间之外，还有另外到一个立信街的一个牌间，也常态性的在那边逗留，然后跟牌友一起在那边打牌。那在这过程里面，按6553的疫情也传播到他家里面。 全家包含他的太太以及2个女儿全部确诊。那而且这样的疫情也扩散到立信牌间按6773，还有另外一位快筛已经有发现的这个个案呢，目前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那五甲牌间也是另外一个在按5888偶尔会去打牌的地方。目前我们掌握的这个接触者一起打牌的大有3位加按5888总共4位。那目前来讲，五甲牌间还没有确诊个案。那整体的一个关联图呢，从5888到5889所衍生出来的整个的群聚的现象，包含在这个我们的看到中间这个4方框的这个牌间里面，已经有4人确诊。那延伸出去的2个家庭总共6个家人都同样也遭受到感染，还有同事。那后续在整个接触者的匡列里面。 在接触者匡列里面，第一圈就是我们的瑞竹街的牌间，8个人里面已经有5个人确诊了那第2圈在这8个人以外的接触者他包含他的职场接触者，还有他的足迹所至的这些地方，包含他就医或者看诊的地方，总共有302人。目前我们已经采检了154人，有8个人确诊。那第3圈的部分。 就是在第2圈包含阳性跟阴性的个案，阴性的个案当然我们会针对他的比较密切的同住接触者这边也匡列进行快筛。那阳性接触者的部分，那针对他的职场工作者或者是跟他有往来的还有足迹所至，可能是采购或者是购买一些饮食之类的这些摊位，我们也进行匡列。目前117个。 有21个人因采检，全部都呈现阴性。整个的匡列过程目前还在持续当中。那尤其是在第2圈到第3圈的过程，因为我们晓得
时间上面可能在主个案发病的时序最早可以追溯到5月14号，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超过了10天的时间。这10天的时间可能已经造成了次波的扩散，因此我们会采取扩大匡列、扩大裁剪的这个模式，整体的群聚感染我们预计可能会高达500个人以上，所以第2圈、第3圈的匡列范围持续扩大当中。